上之中，多的只是同吹风尘、虚伪。唉，竟找不到一个可以知心的人呐！独自心早经无处不知啊悲，今已难走比离呀退。一美女40岁，一生同吹呀，莫虚伪。可以的人儿难寻觅，只因欢喜心儿无奈。万事妹妹好福气，今日个贴心自己的安须在，高中之人真尊佩。妹妹你从此跳着同真为，只顾谈他满腹才华难珍贵，好生品换不得无三年眼苦脸满脊梁，到如今恰一船把一修才。他功名心愿查来财，我老辈过金花岁月空悲。妹妹放心，我现在总有高中之人，你们总有花好月圆之时。谁呀？只是往冲车上。我的眼睛没有打开，啥是问题？九天还呀！照顾娇花千百呀多，不尽美两姐妹，心愿已马最难得，恨不能一日永在怀。此年老岁做什么？大人，每逢3月3啊，你村外的姑娘们在此盛宴盛礼，你称我那这两个美人，就是汴梁人大名鼎鼎的上海苏银珍。名花里改名媛在，梨花在我口腔来，让开，敬我们大爷娘姑为子，不可无礼。莫要惊吓了众家姐妹。孙兵美人眼下，把花房草家进。这位大爷，你是？在下人周三。宋娘已曾愿去众位姐姐的方面，今日有缘相遇，不知能否与众位姐姐交过婚姻？能，早就听说了，这位大官人乃是城州府里很有名的大富豪，平日相亲都请不到你，今日上到这里呀，真是喜从天降啊！姑娘们，快去周大爷敬酒啊！
妈妈，区问您卷宗究竟。成功途路玄机，万口之力从君子。他终于场中家私分，我官真官家将他西。难道周大爷这样的贵宾到来，离开多美些酒菜？对，如贵客到来，自该多提起酒菜。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这天吃酒菜的事啊，谁也不见妈妈你拿手。这里有我和营长在，保管不会冷落了周大爷。那周大爷就交给你们啦。可千万不能得罪大贼，什么了？周大爷，你坐一位，我去就来啊！妈妈请便。坐。谁家？你当先前作为姐姐，作为姐姐呀！姐姐是雨中上我神仙家。花中无用地呀香，仰慕深深长思念，水里梦里千人长，今日里得到爹娘为知音，愿从此恩情马儿上相伴。周大爷吃什么呀？算是酒菜呀！哎呀，这些酒菜招待别人上课，招待周大爷岂不得嘛？像周大爷这样的大富哦，什么东西没有吃过？至少要有特别的美食。特别的美食？特别的美食。周大爷，这是我们宜春园专门招待贵宾的美食。请周大爷享用。特别的美食，特别的美食。原来是个米，姐姐，你叫周大爷吃米？是啊，这米呀，只有像周大爷这样满口甜言蜜语的人才配吃。姐姐，这不是。宜春园自保甜蜜呀蜜，名长之人不能用，比那非常之人能尝味。
请崔大爷，请崔大爷，崔大爷，好，崔大爷来，请崔大爷，快喝开茶吧。崔大爷，你好一点了没？好多了，都在营长姐姐。一个是带刺的玫瑰配扎手，一个是娇美的牡丹偏温柔。扎手的圆圆的，温柔的买呀干。这样美人能到手，望我前面迎出梦，此呀许。崔大爷，叫崔大爷不得了，来，尝尝刚出炉的美丽。哦，不，以春园的美味呀，谁下早就尝过了。尝过了。妈妈，为报答众位姐姐的受尽宽待，在下想接受这一成哟。不知妈妈可否答应？答应！哎，姑娘们，崔大爷，请啊！你不要再这了，相公，你把我的腿啊都转晕了。我能不转吗？我不转就想不出办法，想不出办法，营长就要讲进哪个？这噻，哎呀，相公，他家他的，你姐有什么用啦？哎呀，我能不接吗？我有营长情深你从啊！可营长姐姐从来又没有说过这辈子非你不嫁呀。对，他家他的与我有什么相关呢？相公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想通，我怎能想得通呢？想当然了到连京啊，空女才娃子比较，风尘出色营长你，恰是那贼狼不惧为小强，他为我无心为长上，我心存梦想。
强心酸，成高。相公，你不要难过，也不要怪营长姐姐，要怪啊，都怪那个嘴舌有几个臭人。营长也喜欢剑？咦，这世上哪有个不爱贤的啊？这是营长姐姐，她也是个神嘛。不，营长不是那样的神，一定是周三他花言巧语，我一定要找营长征求他的灵王。哎呀，相公，相公，算了吧。你忘了那次你与营长姐姐争吵时，他不是说过吗？他家什么人与你不相关，可你也是从今往后再也不得进这宜春院一步了嘛。我那是期望。古人云：饥不择食，荒不择路，妻不择野马。冬儿，去敲门。我是不敲这个门的，我可不让你说过多少次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又来了。男子汉大丈夫要言而有信，我是不敲这个门的。你不去？好，你不去，我去。哎呦！冬儿，你去敲啊！我谁不丢这个脸呢？你去呀！不去，你去呀！不去，你到底去不去？我就是不去。你好，你不去，我去。平常盼儿姐姐在听营长，在听盼儿姐姐的话。对，我去找盼儿姐姐去。相公，相公，哎呀，相公，盼儿姐姐几天前怎么外出去了，还没回来呢？哎呦，盼儿姐姐，你怎么晚不回来呀？哎呀，我出门不过数日，我现在就是此牵挂我。当心我告诉营长去。哎呀，不，盼儿姐姐，你救救我！不，你救救营长，救救营长！你一会儿是救你，一会儿是救营长，你到底要我救谁呀？还不是为了营长姐姐要家追噻？营长要嫁周三。盼儿姐姐，我对营长的心你是知道的，你好歹要劝说营长为心转意呀。营长故作什么他情思昏昏把心好，可叹他年轻不识恶人心，难猜难想，最终到可闻周三太奸刁，不仅偏向知情招，到如今良医苦推也许劝，不用他风月场中落笑呀！万岁岁，你先不要着急，陪我进去找他。哎呀，都是盼儿姐姐，都是盼儿姐姐。你向万情自骄
子祈祷，满园牡丹为我叫啊！营长，是潘姐姐。哟，原来周大爷也在这里。我正为营长赏花呢。周大爷，我与营长有些话要说，请周大爷相望暂息。姐姐有话谈，叫我方，我与营长嘛，早就不分彼此了。姐姐，虽然他刚刚向小妹求婚了，你答应了？妈妈已收下我的聘礼，营长他马上就是追夫人了。不，营长，你不能叫起他不能啊！你忘了三言恩爱天日明，你忘了两情相依定是情，把一袖在山平来，青云雨露，总能上天庭。天梯登基的虎年五有这季，岁月不停催成老，青城远等我去。绵绵情意我牢记，卷卷思念刻心底。昔日营长不情义，只愿风尘太苦去。营长。风尘苦有期，也不能为他风尘乱自欺。烟花洒草风雨踏，哪有什么真情义？好人家真用风尘女，路边留真在远里。看一看匆匆出嫁的姐妹，哪一个修得船过登莲溪，多的是痴情女儿。多的是我一男儿在我心，营长啊，哎呀营长啊，婚姻事千万都要想仔细，切莫要一时冲动，与人高中害了自己。他为我早成才官还当算，他为我对笑谈天千岁位，他使我从此跳出风尘。他娘我自莫成佛心儿在，这样的人儿真贵，这样的人儿真配开，姐家有点不是才，有情最可贵。
姐姐，盼儿姐姐，这些一向对你敬重万分，你为我四次委屈我的营长的一片真心。什么？我委屈你？营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姐姐，你哪来的这东西？这就要问你的主人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拿着山药上从你胃中丢出来的。小病子，你就不是个好东西！冤枉，冤枉啊！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。盼儿姐姐，我与你无冤无罪，你为什么要四次冤枉我？张为演戏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为帮恩秀贼，有意插上我于营长。我正在出身名门望族，家家年轻，这位上于值得无悔之问。我正在对天发誓，唐朝公正在争着个花花公子，对营长不忠不顺，我灌醉无赖红顶，不得好事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营长，这种鬼地法子，我们难道见得完手吗？营长，你啥子不信我？我今天就跪死在这里。真要跪，那你就跪吧。营长，我们走，营长，他们跪吧你。哎呀，我们周大爷怎么跪在地上啊？哎呀，快起来，起来！妈妈，你营长他不相信我就不起来。妈妈，他喜欢跪，那你就让他跪嘛。哪有人喜欢跪的？哎呀，周大爷，快起来，起来！营长啊，营长，你真是贤士贤德的好夫妻，遇上了周大官人这样的大好人，你怎么还不信他呢？哎呀，妈妈，他是个花花公子，营长跟他。他是花花公子，那么，请问你老人家是哪家的名吧？我的营长是真心诚意的呀，真心诚意，真心值多少钱？能折成1000两银子，替营长说什么？诚意算得了什么？能变成一座桃花桥，来迎娶个烟花女子。告诉你，如今这个世道，金钱虽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妈妈陪我告状一会儿。等你告状啊，营长早已退休了。对了，我信你。好，我们走。营长，你总有一天要后悔的。他是个贼佬，我是医生，我是他的夫人。虽然我们走，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要深入大谷，欢欢喜喜的走。好，我只能走了桃花源去。风筝女
今后看起往年，谁想等着回来不讲来不一场奇迹成离场，红花轿喜月亮，兵人才能喜洋洋啊！轿中新娘她是谁？难猜难想今日我风尘苦送营帐，这曾经梦中想过多少回，一旦成真面酸苦泪汪汪，多谢苍天赐成因今世我有情有义，有财有势是一郎从此离开风雨场，从此再不可凄惶，从此有了自己家，从此我方方正正，扬眉吐气，把头昂。大红花轿前面迎，高头大马后面跟，阿娃台上迎娶樱花呀女，哎呀，咋没人知道周大爷里面对过心？做事有想不妥当，妙计了意在心，娶的是心口红，娶到手指是我分。对吧？哎，这钱少了，这追了一个路人已经多
见你们了。是你叫我们决定，是我们自己要走。你不去点呐，我们就踩下去。好，谁拿去？去吧。乱想话，来，兄弟们，快进去。咦，怎么过一声没有了？是的，平交，平交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大爷，采谷水文怕死了西山，委屈死了，不能进人。我与他们讲道理，他们听都不听，转身就跑了。错在，这分明是要加税，叫他们信就是了吗？我周大爷今日去请，还在乎这一些事吗？还不快与我再回来！哎呀，早就走远了，再不得了。什么？再不得了？啊呀呀呀呀！这也冷冷清清的像什么样子？还委屈我的夫人了。不行，你与我去再。哎呀，夫人，不要为难他了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我不为难他，可要委屈夫人你呀。这也怪不得最让你的，没遇过呀，虽说冷清，不是还与这桃花轿嘛，一样稀奇。一样稀奇，一样稀奇。夫人，事情没有过呀，你得叫众生是前门，不是下轿来散散心吧？这怕是不妥吧？哎，有什么不妥的？你我言虽上去，切不美哉？此次谁意在啦？夫人，随我来。来，过来！什么事？我们家少夫人念你们家的条子东倒西滑，弄得他头昏脑胀。我要你们带了，我们带就带了10几年了，从来都是稳稳当当的，稍微东倒西歪点。谁拿去？对吧？这钱少了，这罪人也不如人已经堵着你们了。哎，是你叫我们走的，又不是我们自己要走。你不接钱，我们就不走。好，算侬狠。好，先拿去，去吧。一会儿定了不要，一会儿又不要饺子，你到底怎么挖心哟？你我真是天生一对，地生一双啊！激动心，激动心，但愿夫妻永相亲。小家伶仃一路难，声声顺风。我的夫人就来了。夫人，那我们当讲。大爷，叫夫们趁小弟不注意，偷偷的跑了。跑了？我觉得他们这么多银子，居然跑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大爷，我早就说过，不要心急他们急，这些人啊，滑头得很呢。事情没有饺子，
叫我夫人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有讲，难道叫我追着去吗？哎，哪有叫夫人追着去的道理？哎呀，这，等我夫人上马也。哎，大爷，你不是说要先进人，给夫人一个惊喜吗？哎呀，我怎么忘了？翠郎，你要先进人啊，夫人，大爷，你不是说要先引宫外去布置婚礼，给少夫人一个惊喜吗？什么惊喜？非要翠郎你亲自去布置不可。夫人，我在以苍原人说过，要让你过得风风光光、快快乐乐的，所以我是非去不可啊。那你就去吧。那夫人你我去。好，此次我就先引一步。夫人，你要跨手来呀！我这就来。烧了锅呀不要紧，醉了轿夫不伤心。只要郎君心意好，名长官员多不赢啊！夫人听，我们走。夫人听。夫人快一点。夫人，到了，到了，就是这里啦。哎呀，真的到了！妻子自举不把家门进，为什么冷清清不见迎亲人？哎呀，这大喜的日子，怎么连个迎亲的人都没有？老爷夫人在京为官，家里的人啊都跟着去了。难道连个奴仆都没有吗？大爷吩咐奴仆们在后面设计这样，迎接少夫人呢。原来如此，多谢郎君领你走，给出新菜迎亲人。万事不对呀！里面怎么连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哪有说起这样的欢闹气氛？哎呀，就是这里啦，进去啊，你就知道啦。进去就知道了。这难道也是崔老妹的惊喜吗？若是惊喜恰生忐忑不上进。
是把他们关上。这是我开的店，你家进我，世孙就到这里来了。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，怎能不进家门进店门？这就是家门。到了家，你还不听话，真是不争妇道。罪郎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一定要与我讲个明白。要不说，怎么样？要不说，我去走。来了，万小姐，简直是做梦。小宝贝，我的家你是不能去的。我嫁给你，为什么你的家我不能去？因为家里有着有臭有凶有霸道有厉害的母老虎。母老虎是谁呀？世孙是我的夫人了。夫人，她有夫人？我可从来没有说过我没有夫人呐。那我算什么？你们是我养在外面的小老板，花钱买的一只金丝鸟，金丝鸟藏在外面的小老婆，不，这不是我要的，不是我要的，不是我要的！你当我？当你又怎么样？我便是收购了那只母老虎的钱，现在轮到我扬眉吐气了。你这个骗子！骗！是你心甘情愿要嫁给我的，是你欢天喜地走到这里来的。我骗你，是你傻。要不是我那个臭老母有一个当大官的弟弟，我早就已经踢了他的。他不许我拿钱，我偏要来go。金屋藏金，小宝贝，只要你乖乖的答应我会对你好的。你看，现在我是多么的温柔。可要是你不听我，我走出去一步，我周大爷的棍子可不是吃素的。按照我们周家的规矩，女生进门都要先当50手为棍来呀，家法是何？天哪！这虽是我要找的是一郎君，这虽是我天天盼着的美满生活，这就是我的福分啊！晴空霹雳，晴空霹雳。
变成了全当昨天。拿下了豺狼画地。
见了营长，营长一定伤心欲绝。我们晚一点去，就救不了营长了。哎呀，相公，营长姐姐不是说过吗？1月的事啊，4号之外他自己承担。哎呀，他是说过自己承担，可是我还是要去救他呀。相公，哎呀，相公，她是他的老婆，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是他的朋友啊。朋友？就算是朋友，那你怎么去救他？君子以礼服人，我与他并立，要他写下休书送营长回家。那他说不肯你？不肯，那我就去告他什么啊？告他骗婚呢？骗婚？相公，他有大官又不做靠山，只怕你告不下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不要多讲了，反正我要见营长一面才放心。快走，快走！哎呀，相公，我实在是走不动了。哎呀，相公，这里有家客店，我们进去坐一会，吃口茶吧。哎呀，我要喝什么茶呢？相公，吃了酒，喝了茶，你才有好精神去见营长姐姐呀。对呀，那我们就去洗一回。小二，来我热茶。没有，这里是客厅，怎么会没有热茶？只有2茶，没有热茶，要吃先买单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有你这样招呼客人的吗？什么样的客人嘛，就有什么样的招待。像你们这样的客人啊，也就是此招待喽。狗眼困身的，信不信我杀了你的刀吧？侬管？侬管？你管我管不管？董儿，董儿，哎呀，董儿，你不能胡闹了。我们喝了茶，还要管路你呀！哎呀，小儿，舅舅们我一壶凉茶啊10分铜钱，啊，有10文钱呐！不吃哪包？好10文，小10文。相公，哎呀，董儿，付钱。相公，你总是这样好欺负。不是，你相公也不是好欺负的，但我真是睡不好了，快去。哦，我要10分钱。那相公，去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口渴得很，下来倒碗水喝。吃好了，先上去啊。呀，这不是营长吗？营长，哎呀，营长，我是安秀才呀。光来兮。
求你所谓何老弟，我与你患难与共，心相牵。我要以酒色求人你，要他向你诉在意，他什么强权有才是。我总算把天下衙门先告遍。我听了真一不是非劝着娘你从今天，秀才不要脸的妻子，总是给不了妓女的本性。请滚！秀才，你尽管当营长。我的老婆，妻子大事，我法都不顾，
关你屁事！明确完片，将营长当成这个样子，你老老实实放他回家便罢，要不传，怎么样？我就去告。告我什么？宋营长是我明媒正娶的，没有上父一纸宣书，谁管罪？谁管法？倒是我要告你！什么骗子都不讲道理，道理有什么用？你讲道理，大营长怎么不嫁接你？一个把不义勇的就算输的，还管跟我讲道理，跟我抢老婆，我先当你这个偷人老婆的小子！我要当他！你王光武是他，好，我就把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一起打！我与你拼了！你，哎呦，哎呦，你，哎呀，我打死！大爷，哎呀，哎呀，大爷，你是造谣他吧？大爷，你造谣他吧，大爷！哎呀，哎呦，大爷，哎呦，包子的！你快追！告诉他儿姐姐，我知道这样我对不起他，快让他！你快追啊！我们来救
营长最好的姐妹，你一定要救她呀！是什么最好的姐妹？想当初，她为了那个周三，差一点要与我拼命。万事凡事时机成当，你说我还救她做什么？啊，不去，不去！啊，你不去？对，非得我不去，我劝你呀，也不要再去想她了。哎呦，我怎么不想她？我要一想起他那可怜的样子，我就难过，我的心就心痛也有什么用？她是人家的妻子，你又何必事情烦恼，自讨苦吃？你忘了他当初对你的谢情吗？不，我没有忘。看儿姐姐，营长本是个善良圣洁的姑娘，她也是被骗的哟。你难道对她一点都不冤吗？我怨我自己呀！怨自己屡次保重难抓归，故而营长好期待，他为讨封臣家走山，不是父亲是母内，我心儿在痛，曾期盼他月光好做归，谁料他孤女扶郎辈，我也是独立娶她出驸马呗。今日营长的白玉爱，安秋人一关谁责难退位。他一往情深，不愿啊归，句句言语真心为呀，书生意气上世子，更何况农民好姐妹。看我姐姐，营长口口声声是对不起你，他已经后悔了。难道你就不原谅他一时糊涂吗？只见他英勇憔悴泪不光，只见他一门苦盼痛懊悔，结拜金银竟有在十数年啊，万难情意真好黑。今日乱七不相救，要落一个一笑桃源终身归。看来姐姐，你到底救不救营长啊？我能救吗？营长他最多拼力刻骨肌，实在谁岂能轻易放他为呀？他那里有权有势有势，我这里无权无势真抗对。你不去？好，你不去，我去。秀才，秀才，哎呀，秀才，秀才，相公，你这个样子怎么去救人啊？我是血死一位吧？血什么血？人都看结死了，这有什么用呢？那我就去告。从来衙门把事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呀！为他们拼命，议论几
就没有功力了吗？这世上咋要功利在？你早该上元节的等的来呀！哎，就是中了上元啊，像我家像我这样讲究就能10来个人啊，何况也做不了大官的。读书做什么？冬儿，你把我的书统统的拿来，把它烧掉。小红，傻了吗？先上进观看，小娘营长鼓上诚心实意的好日子，可是君呐。男人的书啊，是好比是女人的烦恼事，早就该多少了。哎，对，相公没有了书啊，是有不是书呆子了。少了的好，少了的好，少了的好，少了的好。哎，相公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哎，我的手抽筋了，不会动了，烧不成了。你的手不会动了，烧不成了。当你，你烧吧，我不看就是了。相公，一日后悔，我来得及哦。称赞，像我安秀人，乃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岂为后悔？那
他还要我再请一只母老虎，哎呀，这是不好玩的哟！哎呀，相公，本来你不是要去冲天的吗？怎么到了现在又胆小起来了？我不是胆小，我是怕连累盼儿，我紧张哦。哎呀，怕连累，当初你就不要叫我去搬救兵嘛。现在盼儿自己人来了，办法也想出来了，你倒又胡思乱想起来了。我不想了呀。这盼儿姐姐的胆，为什么有那么大？他为什么来了？我是有点担心。相公，告诉你吧，就是因为两只老虎之中啊，有一只是又沉又笨的母老虎，盼儿姐姐谁有把握你？这只母老虎可是再厉害的哟！再厉害的母老虎遇上了盼儿姐姐这只花狐狸呀，它就变成了纸老虎。哎呀，背呀！
有人来帮着马车上的东西，立即告诉安相公。姐姐放心，只要有我在啊，误不了师弟。那我走了。他的旧相识来了。哦，啊，千玺！哎呀，千玺下马了！哎呀，大爷，大爷！哦，哎呦，大爷，千玺下马了！大爷，千玺下马了！什么千玺下马了？哎呀，哦，大爷，千玺下马了！千玺下马了！千玺在哪里？你来做什么？怎么大爷不欢迎客人吗？呀！原来是胖儿姐姐大驾光临，岂有不欢迎之理？胖儿姐姐，请坐，请坐。小儿，既在此来，我是特地来对本大爷的呀。对本我。是那日3月3不便一位，我就对你一往情深。对我一往情深。胖儿姐姐，你真会说事。像我这样一个贼呀，这会是你胖儿姐姐的亲人。要是猜得不错，这次来，我是为一
说的不错。我是来报仇，来报亲仇。请去。周大爷，我漂亮吗？真美，真的，一百句讲话，这一句是不折不扣的真话。那与宋院长相比，哪一个更漂亮？是算是你哟。那你为什么娶她而不娶我？他我早是忠心于你哟。你这冤家，马生最是小冤家，都为我心里自作他，无边几番将一团，女儿心里一命惨呀。知道。谁知晓我为此为客尽书生，回来惊闻已人婚啊家，县中新娘不是我，已众人成了金钟花。费心机把你姻缘拆，我又当恶人遭殃吗？你欢欢喜喜回家去，我冷冷清清空牵挂。可得相思难逃家，情缘家遥在天涯。今日里将一番苦楚，万般情意先表文。冤家呀，快你把我人当呀，哎呀冤家，哎呀。深深的冤家家，是真是假难分啊晓。若信他，只怕这圈套；不信他，信仰又难熬。一步之处要长大，我万事小心谨慎莫记差，多谢姐姐深情啊无奈是去了营帐难为呀报，不敌营帐到夜晚，引起营帐心很傻，盼儿想来日花中归，此时真将从地思苦他，谁料想他同我所谓新婚家我反正了他笑话，此恨此罪心中挂，我不报此罪我誓不罢。原来是此啊！女生啊女生，总是忘不了争风吃醋，连少胖儿这样的人都打不过，这倒将我们乱世
见了不比你哟。盼儿姐姐呀，就是对你早君娘，真乃是从容为个病啊长。今日里上相思抱你十度大。好，我叫小儿去买喜酒。喜酒我带来了，就在门外的马车上，叫小儿搬来就是。那我叫小儿去买点金用的红缎。红缎我也带来了。你怎么钱都带来了？哎呀呀呀呀呀！我把幸福家当都带来了，就是为了与你做一个大对手。气你呀，小儿，把喜酒红缎搬进店来。晓得。第一杯合欢牛，深情满回呀，金走廊。多少有罪有烦恼，从此在梦旁，见不忘啊！送喜啊，我再你一壶。二杯酒要饮光，夫妻情谊放恋啊长。把你结老不分离，关爱深深是海洋啊！恨满堂，千怨万恩送平章。我要你一梦就足将他陪，要他跪地泪汪汪。羞死！哈哈，少胖儿啊，少胖儿！原来你还是为宋营长的羞耻而来，我先系上了你的当用。小儿，快替我把美酒暖放回车上去！你这是……计算他也不相信，我可为求苦终身。这是猜猜而已，不必当真。从来能猜就有你，心中有你言不真。好，不猜也不你。好，那你就与我行。他花了不少心思才弄到手的。他娶我来，你不亏本。哎，你们好歹都是
什么？小儿，替我把美酒暖搬回车上去。怕！与他无我转为真。好，我去。小儿去备年来。好，你说一句，我就写一句。小妻送营帐，不随无道，不敬丈夫，难与己，不受监牢。故列此休书，从今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关，列休书人就是。好了，休书写好了，没有手印。好了，这还差不多。没了，就给东方化作了吧。是要东方化作，此刻就叫他滚出门。好，来呀，把那前人与我讲下来。这下你怎么意了？我要亲手交给他，当面诉说他。好，多谢你，哎呀，多谢你。大爷，唤我有什么吩咐啊？你看看谁来了？呀，是派姐姐，派姐姐，你是来报仇？报仇？姐姐，谁是你的姐姐？我早与你恩断义绝了。拿去，这是大爷赏给你的休书。哎呀，姐姐，休书，大爷把你休了，我要他为我早征才官，万当算。对呀，快收拾你的东西，滚吧！哎呀，大爷，你不能许我啊！你要是许我，我还有脸面啊！我就是要你没有脸面。对，快滚吧！胖儿，我们走。走。对，营长，我们走。好你个傻胖儿，来你我是在骗我！你那么喜欢骗人，我偏你有何妨啊？营长，你不要走，我会对你好的，你不要走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我先走，看看到底谁哩？哎，来呀，文章大问，我周大爷今日要升迁了。大爷，不好了，夫人来了。他怎么会来？我也不知道。去了。
外就在，你说这岁末日我要讨下老婆，是吗？不可以讲。哦，不是一个，是两个。这岁你请我滚出来！哦，去！下，原来是我的夫人来了。夫人，请坐。不要先眼睛，有些人是你默认我要讨下了。没有的，是他们诬陷我，想骗我现在。真的。哎呀，大爷，你快来呀，我们等得急死了。哎呀，大爷，我们已经过桥杯酒了。是啊，两个狐狸精啊！真是，你给我晚上哦，他下了我没有的，引我冤枉！夫人啊，我被人当罪罢了。可是夫人你是当官家之女，岂能容忍这两个风尘女子来欺负你的丈夫啊？夫人，那么夫妻之事为家在身，来呀！他们两个照着官府送银死后，绝不轻饶。冤家杀得有理，夫妻之事为家在身。再生我们官宦之家，岂能受奸人欺负？来人，将这两个奸人带到衙门死斩。且慢，夫人，我们带了贤妇家当来投奔大爷，正是我们偏贤。分明是大爷骗贤骗色！哎呀，夫人，你可千万不能伤了他们乱人的当呀！对呀，不是他们骗你们乱人，是你这个乱人骗我们女人。哎呀，夫人啊，我有你这样好的夫人，不柔情也不柔蠢，待我也好。我为什么要骗他们？是呀，他有我这样的好老婆，为什么要骗你们啦？哎，因为他说我们比你漂亮，比你温柔，比你苗条。我不漂亮，我不温柔，我不苗条。哎呀，夫人，你看，你把大爷吓得声音都变了，这怎么叫温柔？这怎么叫体贴？哎呀，夫人呐、暖人生来不爱问，朝三暮四是本性啊，啥要长夫长相守。
劝你莫当亚瑟王王一姑温柔相娘自愿我今天就去太过温柔些。真是，我不当你了，我也不骂你了。我会去禀告弟弟，请他在温柔的监牢里进一步做一个温柔些。我天天温柔的拿一个温柔的鞭子，温柔的抽一抽，再用温柔的棍子，温柔的挠一挠，好不好啊？不好啊！夫人啊，说话讲得好，家去水井，家狗水狗。夫人，我不能让你到水空房啊，夫人。当个女人真苦，明知你是怕阎王，还要受上你。唉，像我这样一个温柔的女人，偏偏找了这样一个不懂温柔的男人，请我回家。从今以后，这是我对你温柔。好好好，夫人最温柔，夫人最温柔，不要拍温柔的马屁。走，请我回家。温柔情。他们走了，我们也怕走。上是称兄恨，逃不得目苦愁难终一生。姐姐呀，九生九情可用情，黄菊菜愿他虚荣无路人，千千万恩并一杯啊！红颜姐妹莫言恩，不怪你清心造神偏啊，只怪神经不顾世道啊间，无情的长思把神欺压，有情的恰手苦恼间，无力的长长转发线啊，有理的偏偏难开言。是非黑白总颠倒，欺算他错看语言，身在乱世步步艰啊！真真假假，全靠青山啊点，模样洒在空泪里，多强在抗天抗地抗人。
事先准备好的。